仁德文贤桥的这个拓宽工程，它其中呢包括3 A 的这个文贤桥，那总经费是5亿8千万。那目前呢，大概这个文贤桥几乎已经完工了。那这个其他道路拓宽部分呢，我们会在11月底的时候完成。这个桥改建以后呢，它的这个高度呢提高了大概有2公尺左右。那这个桥长呢，本来大概是40公尺，那现在呢，把它做到这个差不多50公尺，所以它未来的这个排水断面呢都会增加。道路的改善以外呢，这个排水呢也会顺畅。因为奇美博物馆还有石鼓文化村，造成我们这边的车流量非常大，而导致我们每一次里民要进出的时候，尤其在连续假期的时候，非常的难过啦。每一次台风天或者水患来临的时候，这边路面上几乎都是积水。施工以前，我们这个桥墩很低。阻绕我们的那个3 A 公溪的排水。现在我们已经又高又宽，现在改善很多了。现在已经把它加高了之后，这哪来的积水问题？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地附近很多住民都会很感谢市政府这次为我们做了这些的改善。那我们希望说以后在这个热道路开通之后，能够促成我们在地观光的繁荣之外，也达成我们里内住民大家进出的平安。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文贤路其中，包括保安路跟台一线中间这一段的拓宽工程，这是营建署的工程但是其实坦白讲，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也是担负着地方交通的重责大任。那之前有拓宽过一段了，这一段是第2部分。我们希望说拓宽之后，交通量能够更平顺，民众不要常常饱受塞车之苦。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要如期如职完工，而且一定要兼顾工程品质，让民众这个缩短交通不便的黑暗期。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在幼师保幼儿园小朋友活力的热情表演，由台南市议会甲市政府合办的重阳敬老活动，3号上午伫个议会1楼大厅来登场，将近30位100岁以上的长者，伫个家属的陪同，一一来到台南市议会。其中年纪上大的110岁黄燕阿嬷，伫个大汉孙的陪同，今年已经是第4届参加，相当的欢喜。今仔日来遮有欢喜无？欢喜。你今年几岁？咧问你几岁啦？我阿嬷今年已经110岁了。然后他每一年来，他都很开心，但是我们当然是家属也很开心啊，因为也难得有一位那么高龄的长辈让我们来孝顺，那我们也期待这个机会，也觉得说市政府办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现场包括议长郭信良、副市长戴谦以及立委陈廷辉甲这位的议员，拢共同出席为长辈来祝福。今年祝咱年可贵。咱黄燕女士连续4档，今年上高龄110岁阿嬷伫遮，做无简单，台南市上高龄的110岁，然后非常欢迎着咱这长者咱这囝儿时节带着伊来议会行行。咱的囝儿时节有足侪伫社会上真有成就，为着友好，今仔特别请假来参加着今仔活动，互今仔日的活动呢特别的辛苦。台南市议会所有议员伫遮甲咱感谢。议会甲市府携手合作重视咱所有的
这的长者啊，听惜咱家所有的长者啊，伫遮呢要肯定所有的长者的亲戚50家孙啊，对因的友好。无恁的友好，我相信呐，这100岁以上的长者呢，不容易呢，这样的一个高龄继续的来服务我们社会，看着我们台南市的成长。议长郭信良表示，今年的敬老活动除了有各界提供的纪念品，有金牌、红包等。现场佫准备一台大型的扭蛋机，来满足长辈的趣味。上大奖是1万块的现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客家主祭宫伫主持新民保新大地圣诞期间，拢会举办上白打祭典。除了固定每一档的业主料景，每4档还佫有一个休课年，扩大举办到3天，走遍客家13庄。历经客家主祭宫以及在地信众的长期努力，伫今年9月经过文化部审议，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台南市长黄伟哲嘛亲身前往大安棒祝贺。学甲上白教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而且在地方信仰中扮演了重要的位置。那很感谢我们文化部文资局，也终于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努力，也谢谢咱主祭宫王董事长以及各位董干事，大家对着咱地方民俗的这个保存用了足侪心力。客家就白打有侪在地特色，有真人价格，还佫有文物顶头，甚至伫庙方的努力之下，嘛将一寡中长已久的顶头科仪重新恢复，更修复民国70年的民俗影像，为地方保留珍贵的记忆。大家这几冬来非常努力，一直咧改善咱这个客家乡相关的科仪啦、顶头啦等等过去有寡已经要消失的这个顶头啦、艺果啦等等，这几冬咱客家主祭宫非常用心，予伊重新来复振。譬如讲咱的牙工灯是拢用人用牙，这各所在已经拢无这种方式拢用len来杀咱客家主祭宫愿意来投入这件代志，我感觉讲这是侪委员大家非常肯定的这个所在。客家就白打登录国家重要名俗，是台南第6项重要名俗，相信对庙方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肯定。客家的民众以及信众对此嘛感觉真荣耀，嘛希望政府会当持续予更较侪丰富的民俗文化永续保存。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化身证婚人，看到新人交换手指。台南市联合婚礼伫安平高级义载金城登场。婚礼当中，市长替50对新人宣读结婚誓词，见证因浪漫的爱情开花结果。无论富贵或贫穷，无论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都愿意相互扶持与爱护。愿意彼此尊重与包容，相爱相守，永不放弃彼此，直到白头。新人杨明前和现场所有的男方，你们是否愿意？我愿意。新人吴宇珍和现场所有的女方，你们是否也愿意？我愿意。仪式结束了后，市长黄伟哲以甲每一对新人以及亲友合影留念，爱伫因人生上重要的时阵送到幸福。来到这边义载京城，大家一定知道这个意义，就是在希望爱你1万年还不够，要爱你1亿年。义载就是这个样子，希望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且要长长久久。台南市政府嘛特别大心的准备行李箱棉被等物件送予新人，还佫包括着台南的农特产，象征嫁妆幸福满满一牛车。另外还佫安排着抹彩活动，除了有礼券之外，还佫有家电以及50寸电视，予新人有一场浪漫的婚礼，为人生当中上重要的这一刻留下美好的回忆。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主委王晶莹、副市长赵清惠、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
以及社会局主秘李彦运等人共同见证之下，要将这次买来捐赠予全市9201户低收入户的白米甲生活物资，转交由各区公所发送。而这款的关怀爱心活动，也是圣母庙连续第10档举办。阮圣母庙陆里妈妈来交代，因为来用大家，互大家来捐白米啊，甘油啊，来帮助这弱势团体，互这弱势团体互一个温暖安尼。阮圣母庙自伫11年前迄阵就开始举办。主委王正英表示，关怀弱势活动，圣母庙是每档拢有持续咧做。为当初数百份到今年9000多份，过程中虽然会当看出社会经济变化，但是庙方关怀心是不变的。刚举办台南市迄阵还未合并，迄阵有3000几户的弱势团体，到尾咱有合并来，迄阵有10000通，10000过。来个一年一度成长来11000几户，13000几户，12000几户，这种业绩成长是唔好的。所以讲，伫遮大家看到今年剩9201户，这是好的，因为这弱势哪来哪少，互咱台湾经济哪好安尼，而且欢迎大家加接来圣母庙陆里妈妈遮参拜，阮遮陆里妈妈是非常的欣啊。副市长赵清惠也专程出席见证，对着圣母庙结合信众年年做爱心的善心，相当的肯定。非常感谢咱这个庙方10几年来拢是一直来对咱社会公益的部分拢做这个贡献。这就是讲咱政府有当时做袂到的所在，爱有咱庙方这边遮，搁有咱的这个大德来这个捐献，互咱庙方这边遮来替咱安排照顾咱所有社会内底的这个9201位，咱大多诸位记忆非常厉害9201位的低收入户，拢会当受到咱庙方这边遮，甲咱民政系统代替咱庙方这边遮来安排这个输送，就是讲甲咱的这个物资送到咱应该受到照顾的这个弱势团体。这爱心物资也将会陆续运送到各区公所，由公所发送予热切弱势家户，希望透过这物资帮忙，予弱势民众会当感觉到社会温暖。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让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
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行生计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立委陈廷辉上午发声最佳的助选员，为4位年轻的议员助选。不管是要拼连任的蔡宏全、陈怡贞、甲周丽珍，或者是要接棒林志聪的余柱清，4位的共同点，除了陈廷辉甲陈怡贞2位姐妹仔是妈妈的2位查某囝，其他3位嘛是拢有2位的查某囝，甚至是年轻的新手妈妈。因此，4位候选人选择的模式，将以亲子的活动出发，举办一系列泡泡派对。鼓励亲子来行出户外。他们有很多的发想因希望公有这个泡泡派对可以让年轻的爸妈可以走出来，去关心政治，去了解到底谁在为我们的教育发声尤其亲子泡泡派对，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那我们要兼顾到疫情，所以用一个又可以兼顾到亲子，又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很开心的，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泡泡派对。那几位议员，包括是驻青在大南科区，还有南区安平区的丽晶，他们2位都是年轻的爸妈，所以年轻的爸妈就最了解我们年轻爸妈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的这个东区蔡旺全议员也是2个女儿的这个爸爸。那我跟怡贞呢，我们虽然没有生小孩，但是呢，我们是把所有的小孩当成自己的小孩。我们家也是2个女儿，所以你看今天就是这么的凑巧就是这么凑巧，所以我们就是长期以来就是关心教育。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现场嘛请来1位泡泡的街头艺人表演。随着街头艺人泡泡绳索一扭，现场充满梦幻的泡泡，就亲像雪花同款四界来飘散。这一系列的亲子泡泡派对的活动，第一场将伫10号伫水皮温公园来登场，接续15、16分别伫南区的明亮里公园、甲东区的和平里公园来举办。2日伫生活保生大地庙前广场，欢迎有兴趣的亲子共同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用感恩的心，欢迎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小朋友带来乌克丽丽音乐表演。为小确幸怀旧市集裂开序幕，现场集结40名摊商，
啊，佮有充满怀古完善的动漫以及电影，互大人囡仔斗阵佚佗。最主要是帮我们环宇基金会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募款，还有一个活动的呈现，就是他们呢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然后会有一些手作，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有一些人是有一些绘图的一些天分，然后借由这样让大家更了解环宇基金会，它到底是在为小朋友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活动当中有一民代来共同参与，响应环宇基金会的偏向囡仔暖心制作的幸福时光机企划。透过囡仔亲手做的明信片，互民众写着想要讲的话，互1年后的家己，并投入去幸福时光游趟当中。那这主要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很多弱势的社会福利团体他们的需要，还有呢陪着孩子我们等一下会把明信片寄到这个邮筒然后在1年后他们会再收到我们给他的关怀让他回顾到1年前的时光。那这1年，我们也一起陪同孩子们一起成长这场活动是市议员蔡旺全以及台南市社会局的大力协助而成。除了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更结合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台南市脊髓损伤协会等团体，除了让民众来踅市集，同时让大家了解弱势团体需要的资源。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为了帮助在地农会推广农产品，屏东县政府办理优质的屏东好物活动，将充满地势的农产品进军台南的百货公司。这次特地来到台南其实我们前2年也有来过那就是针对我们的 VIP 的一些会员那把我们一些屏东的一些屏东好物、一些精品类的东西那特地推到给我们的台南的一个朋友这摆屏东市金龙会带来嘉东乡的莲雾、万丹乡的红豆、满洲乡的乌豆，还有恒春地的油葱，将这的周边丰富多元的加工产品推广给百货公司当中消费力较悬的族群。事实上，我们这几年都比较着重在这些精品类的一些推广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些消费地的一些消费的课程比较顶端的部分，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加工加值的东西来推销出去，同时也借由推动我们这个屏东好物的一个品牌这样子。看到屏东的农产品在台南这边展售，会不会觉得很有新鲜感？当然，因为很少会有啦，很少会有这种农产展。这个活动的推广，除了增加屏东农产品的知名度，也会当帮助农民做行销，增加来自企业以及无同管道的订单，提升农民的收入。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南校音乐季10当前自安平开唱了后，开始蔓延到府城各个街区举办。今年轮到了古石街、信义街举办，而且活动的经费是由街区的商家以及校卖自筹，完全无申请政府补助，阁会当办了这么成功，是相当的难得。这届南校应该讲是第10档第9届，这个南校是为安平开始的嘛今仔日真欢喜，讲会当伫咧咱这个甕城脚来举办因为咱甕城脚甲安平的这个恩怨情仇伫咧155当前就有这个歌加伫的所以讲今仔日伫遮来举办，等于是一个大和解南校是由咱这个台南地方自发性的一个活动，完全拢是家己主办，无摕公部门任何的补助啦我觉这点这是算互咱较骄傲的代志啦而这届演说阵容嘛相当有看头。率先拍头阵的是刘静文老师的木雕秀，接续落来，还有能胜新乐团，还有高义念歌团、巴德利乐团以及面包车乐团来接力表演。咱今仔日有邀请到
刘进文老师现场来刻一只虎牙都有这个能胜新乐团这有哪拢咱在地的乐团带落来是这个国语联歌团由罗世哲来带一个国语联歌团。刷落来有一个台湾甲日本合作的乐团，叫做巴德利乐团。当然这压轴不免俗，这就是咱这个面包车咱小黑老师所领衔的这个面包车乐团。今年真精彩，明年会更加精彩。随着音乐摇摆，现场徛咧听、坐咧听，甚至佫有徛伫咧鼓声顶面听歌的歌迷。可能就是这款自由随性的风格，吸引不少歌迷特当参加。西高垦客厅厅长蔡宗生也有过明年的活动会更加精彩，请大家期待。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平常时有一寡介意练舞的学生会组织伫文化中心的花龙练舞，也毋过户外的练习场地总是无完整。所以，台南文化中心特别伫景夜天西边的花廊增加8公尺宽的全新镜面，提供予介意跳舞的青少年。我是来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美女好朋友，也就很多我们青年朋友们在这边练舞。那我就觉得这练舞不是都要有镜子吗？他们说我们没有镜子啊。那我就想说，这样这一点小小的许愿，我们应该能够达到。所以我们就赶快请文化局赶快把这个练舞的镜子能够做出来。市长黄伟体一直以来拢会支持青少年的日舞活动，文化局每一档嘛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让青少年有展现家己的舞台。伫启用典礼这天，市长黄伟体嘛特别到场关心，并亲切地甲青少年自拍。文化中心本来就是艺文活动产业的地方，那艺文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艺文，不一定是古典音乐才是艺术文化。所以说，我们让很多街舞的朋友或者喜欢跳舞的朋友都能够来这边练习，不管是古典的舞或是现代的舞都可以。欢迎大家来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即马不只提供室内的艺文展演以及展览，伫户外增加这个镜面设施，除了予介意跳舞的朋友有完善的使用空间，嘛予文化中心愈来愈多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